好，来继续来看中国一个配偶雅雅发冤枉，讲伊无宣扬武力统一台湾，希望会当留伫台湾陪伴囡仔。陆委会马上打出着一段影片，这影片内底雅雅对着镜头来话讲，反省明仔载起床，报道已经插满着5000个红旗。陆委会讲，拢毋免辩解。 有影片作证，是毋是有鼓吹武统？事实摆在眼前。另外，艺人王安常常来发表着亲中国的言论，马洪质疑是毋是有中国的身份证？陆委会讲，若是有，就会马上甲注销掉台湾的身份。 也许明天早上醒来，宝岛上已经插满了五星红旗，想想都让人开心。中国的配偶阿阿，才讲无宣扬武统，陆委会就随播出到这段影片。去年5月，解放军联合利剑的军演了后，阿阿就伫中国国台办旗下台湾帮甲解放军起战。从地图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台岛周边已经被围了一个严严实实，海域、空域都是插翅难飞。那它里面的有没有在鼓吹武统？ 我想，但这个就不用辩论。你不认同台湾，那我们就请你离开。开嘴合嘴就是政治言论，红韩基离开台湾，即卖亲中艺人恩安也红检举。灯下夜话又来了。特别是伫中国分享宗教经文甲中国的水，立场正明显，去红检举是毋是持有中国的身份证？ 毕竟中配牵涉到武统的言论，都互取消居留权。陆委会目前表示，相关检举案件在2016年就查处完成，目前无看到新事证。我们不是对他无可奈何，会看看他在中国大陆发展那么多年有没有申领中国大陆的身份证，如果有的话，我们就会立即。 注销他台湾的身份。内政部表示，中国配偶甲持有中国身份证台湾人的证据，已经有40多人进入调查庭书。经过审查了后，有14个人互注销户籍，健保身份证甲护照等等也会被取消。政府态度大正的，就是要阻挡中共渗透的统战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